唐家半島太平九二灣一期最後一套25樓望海景嘅，樓下咧就係我哋公園呢個咧石坑山，呢邊咧就係珠海嘅情侶北路唐家半島啊，123平方咁大嘅一個陽台啊，現樓現淨，你所見到嘅所有嘢，雙層隔音玻璃啊、窗簾啊、電視啊呢啲全部都有，包括呢個 sofa， 全部都贈送俾你嘅啊。拎包入住就得啦。咁咧呢邊有一個公共洗手間同埋一個兒童房嘅望海景。呢度咧就係我哋餐廳同埋呢個廚房。廚房咧你所見到嘅呢啲所有嘢全部都有啊。呢度仲有嗰個小陽台。呢家咧2字頭就可以買到呢一套2梯3戶嘅一個戶型，私密性非常之好啊。呢邊咧2間房，呢邊咧有一間。最緊要咧就係呢個主人房啊，主人房咧帶埋洗手間啦、中央空調啊，呢啲智能馬桶全部配備埋嘅。呢邊咧望海景望出去，非常之靚仔啊！珠海唐家北路啊，咁咧有興趣嘅朋友咧評論區留言啦，我發更加詳細嘅資料俾你。